段来自康巴雪域的云涌日升。威猛，我对仁波切有印象是个很威猛的一个活佛。他笑起来很像一个小孩子，可是他念起咒来像一座山。他就是一种开创型的人物。云朵来去，虚空不变。领受大圆满的境界，安住在觉受中。左倾公博仁波切是观世音菩萨化身之愤怒尊玛哈嘎拉的化身，也是诸佛菩萨悲智的化身。为利益广大众生，在莲花生大士曾经修行过的功德圣地，也是大圆满的发源地左倾，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文武百尊立体坛城。文武百尊立体坛城的兴建，其意义可比拟印度菩提伽耶的正觉大佛塔、尼泊尔的满愿大佛塔、西藏的大昭寺，而这也是左倾公博仁波切发大愿，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与文武百尊结下善缘，找到离苦得乐的方向，获得立即成佛的机缘，为你种下解脱的种子。不断转世，乘愿再来。西藏左倾大圆满传承的公博仁波切是大圆满传承祖师，来自中国的吉祥狮子施利辛哈的心意化身之一，也是大成就者唐东家坡的事业化身之一。唐东家坡是一位修持大圆满和大手印的成就者，一位不可思议的圣者，是元朝时期西藏著名建桥大师，也是藏戏团的开创者，在历史上是一位功勋卓著且影响深远的重要人物。除此之外，同时转世为觉囊派著名佛学家，佛行事业极广大的笃布巴。另外，还依其愿力成为各个不同成就者的转世。以上的转世资料是根据诸佛菩萨及莲师的授记，或经过上师、大成就者、高僧大德的认证。但是从施利辛哈一直到第一世的左倾公博仁波切，其中因有许多资料没有被历史记载而无法传世。第一世公博仁波切，因为当时他是第五世左倾法王的父亲，所以从此转世开始冠上了左倾，而成为第一世左倾公博仁波切。当他辅佐
第五世左倾法王主持左倾四时，使左倾四法脉奠下稳固的基础，更将广大佛行事业开展到极致。第二世左倾公博仁波切是由第五世左倾法王认证，后来到青海安多地区建立了达吉林寺，同时成为玉龙扎嘎寺和左纳寺的住持，并成为当时青海翁道土司的上师。第二世左倾公博仁波切以大神通力广利众生，当时曾有只要被第二世左倾公博仁波切看一眼，即能去除累世业障的说法。仁波切一直致力于佛行事业的广布，利益了无量的有情众生，最后证入涅槃。现在我们所认识的左倾公博仁波切，则是第三世，是由尊贵的大成就者阿丘法王所认证。他的慈悲胸怀，可由长期接触他的居士及弟子们口中感同身受。他还有更身体力行的事情，那是第一次看到。就是我们开车开得很快，然后呢，就发现那个千金玉华之间呢，有2只鱼掉下来，掉在我们的车前面。仁波切就紧急刹车，然后仁波切下去就跟那个人讲了半天，就是说，你就是鱼卖给我，我给你钱，你说多少我都给你啊。那个人就支支说，哎呀，不行啊。仁波切说，不行，你一定要卖给我，你多少钱我都跟你买。那个人就是坚持不理我们，就赶快车骑了，就又走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他就是一定要跟上那个车，就跟到餐厅的门口。然后到了餐厅的门口，那2只鱼又跳出来，都是血，地上血淋淋的一片。仁波切下车就又去跟他谈，就是一定要卖给我，一定要卖给我。那个人到最后真的没办法了，就真的卖给仁波切了。仁波切拿到那2只鱼之后，用个塑胶袋赶快把鱼装进去，然后再去装一些自来水，一直念咒。哇，那个时候念的咒更大声。然后呢，就很紧张，因为他开的实在是太快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在这2只鱼还没有断气之前，赶快找到有一个适合的水源，让那个鱼赶快放生它，要不然那个鱼真的会死掉。然后开了大概快10分钟的车，而且是开很快的车。突然仁波切看到有一个河流，就车逆向停了以后呢，就赶快下去了。然后到了那个溪边的时候啊，仁波切就开始念经了。哇，就拿着那个塑胶袋，一直跟那个鱼念，又吹气，吹了3口，放下去，已经翻白肚了。可是仁波切他不放弃哦，那个鱼已经翻白肚，他还又抱起来了，又开始非常不舍的一直在念经，然后又吹了3口气之后呢，他又试着放在水里面，让它翻白肚，然后仁波切不放弃，就继续念经。你就发现奇迹哦，他那个白肚就这样，这样翻一下，就翻过来了，然后呢，他又在那个仁波切的脚边呢，开始画圆圈。就这样游一圈，停了，又游一圈，然后又游第3圈，之后又回头看仁波切，然后再真的很悠然的游走。我觉得这真的是奇迹，真的会觉得真的很感动。有一次呢，我们家买了一部车，好不容易把3年的贷款都缴清了，后来呢就被偷走了。所以我们就好难过，那先生就更难过了，所以先生就跟我说，修法没有用啊，就不要再修了啦。那上次听了，其实他也是笑笑的，他也没有跟我先生说什么，但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这就是无常。
那段时间刚好家里没车，而且我们家是做生意，那做生意一定要有车子，你要去买货。那后来仁波切有一部车，他二话不说就把他的锁匙交出来，就是交给我们。可是我跟先生不敢拿，因为仁波切可能需要常常用车。结果呢，我们就当场没有收哦。他事后又请另外一个师兄送到我家里去，他就一直告诉我说，人每个人都有无常，只要在这个世界上都有无常，你要把这个当做你一辈子的功课。所以这句话我就听进来了，那先生也释怀了。所以呢，也因为认识仁波切啊，让我能够完成一个心愿，就是佛化家庭。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那下面有几个牛的那个地方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小时候，仁波切生长时期正值文革变动之后，宗教风气仍然被压抑着，佛教徒们常会私下拜佛、供灯等，不敢公开从事宗教仪式。仁波切从小就充满好奇心。当时家里有一间黑黑的房间，大人们都禁止孩子们进入。仁波切觉得很神秘，终于在一个午后偷偷潜入，发现奶奶正拿着7个小铜杯，用布擦啊擦的，然后供水在一尊泥塑的莲师像前。靠着昏暗的酥油灯，仁波切看到莲师，顿时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这是他与诸佛菩萨结缘的开始。有一天，他跑到山洞里玩，突然下了一阵及时雨。仁波切看到有几尊泥做的小佛像在洞外，立刻起身将佛像请至山洞里的清净处。这是对佛像恭敬心的开始。还有一次，他无意间拿到本中文漫画书，翻到一页，有位上师高坐在法座上。即使他看不懂内文，当下即升起信心，只要是和邻居孩子们玩耍，发愿的时候，仁波切就会拿出漫画书，要大家当着上师的那一页发愿。这是对上师充满虔敬心的开始。7岁时，他随着舅舅，也是根本上师佐清竹巴仁波切开始学习佛法。不论是藏文的读写，或是寺院课诵仪轨的背诵，全都学会而没有遗漏。竹巴仁波切对于修行自我要求非常严谨，同时也以高标准来训练公博仁波切。这段养成教育奠定了他日后在佛行事业要求完美的基础。第一个佛行事业，主要的学习都是在小时候，就是跟竹巴仁波切，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老的喇嘛，我们就是相当就是1对1的学习。在公博仁波切的记忆里，小时候曾与上师佐清竹巴仁波切经过一处地方，当时有几个小孩用土堆沙在玩着。上师告诉他，这里正是当年佐清寺佛塔之地，并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缘起。之后，当公博仁波切来到台湾弘法时，有弟子的家人往生，仁波切观察因缘，并请示上师佐清竹巴仁波切和白马格桑法王，即在当年佐清寺佛塔之地建立了8大善事塔，以累积亡者的善业功德。这也就是公博仁波切的第一个佛行事业。
左倾公博仁波切是在13岁那年在左倾寺出家，完整学会了石子制作、仪轨唱诵、结手印、金刚舞及坛城制作等。由于左倾公博仁波切从小就展现出对艺术才华的特质，不仅让常常有机会接触他的人眼睛为之一亮，大为赞叹，更成为他日后弘法利益众生的利器。因为本身仁波切没有办法写谱，然后我没有办法先编曲，那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有 demo， 我也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只能给他清唱，然后照着他清唱的这个东西，我再来做编曲。当时第一次开口，他给我感觉，因为一开始我觉得他像个小孩，可进去他开口一唱，真的好棒，我就觉得说，这东西就是我们要的，可是我们办不到的。那我有一次在发现很偶然的一个机会，看见他画那个唐卡，非常就是有才艺，他画唐卡有非常好的一个技巧，这个我不知道他原来从哪里学的，我不知道。美国中心刚刚成立嘛，然后呢，仁波切需要跟我们一起，就是把中心布置起来。然后呢，布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需要开一个文武百尊观顶法会，所以呢，他就亲自去买了一个白板，然后回来以后呢，就在上面画了一个祈福和超度的一个有种子字的这么一个图案。然后呢，大概画了1-2个小时吧。但是呢，他用铅笔，还有用金色和银色的那种水彩笔，然后可是就用几种颜色简单的笔，他就可以把那个图画得非常的精美。他对于那个立体、那个对比，还有那个用颜色，他真的很厉害。你看他手那么大哈，他做的东西好精致哦，好细腻哦。还有音乐、作词作曲，还有结那些金刚结那些什么。你看他胖胖的手，可是他的手比女生还巧。那有一次呢，在台北，我们办了一场过年这个迎财神的法会。那次法会的坛城，他亲自用有颜色的粘土做了一尊黄财神的那个多玛，跟黄财神的塑像。我大吃一惊，我头先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塑像，我觉得怎么这么美啊，做得这么漂亮。像虎年的时候，他都会送我们一张贺卡，那里面都有一些祝福语。那这次的那个卡片上面就有一只老虎，画的可真是像啊！而且就是连那只老虎你都可以感觉到它不是凶猛的，它像菩萨一样的慈悲。基本上我看到仁波切做的事情哦，都是跟佛法有关系，像画老虎啊，或者是画牛啊，今年刚画了小兔子，都是一样的。这些画里面它都跟佛法有关系，都满众生里面可能有一个摩尼宝。在佛教的艺术来讲，都是服务佛法、展现佛法庄严，然后利益众生的。公博仁波切的佛心事业，我也非常相信会越来越圆满，会越来越他的立生的事业、立教的事业，和他的弘法的事业会遍布全球。也祝愿他长久住世、常转法轮，能够他所有的他的这个宏愿能够实现，能够利益所有的众生。发愿兴建文武百尊立体坛城。2001年，左倾公博仁波切为了更精进领悟世间佛法的奥秘，来到了中国各地，尼泊尔以及印度等地朝圣，并在圣地供养大型法会、放生、供灯、敷经等广大善业。另外，仁波切还致力于各种的佛行事业，
护持各寺庙的例行法会及各项建设，并建立了藏医医学院、闭关中心的闭关房，护持西藏地区贫穷学童的教育，8大舍利塔、文武百尊立体坛城等，其中包括了青海达吉林寺的重建，以及兴建达吉林寺的5名佛学院的佛行事业等。并从各大派上师无分别地领受灌顶、口传和教授。更于思维后实修，达到内心真正的了知。所亲近的上师有白马格桑法王、净美彭措法王、顶果清哲法王、第7世左倾法王、左倾多颠乌金仁波切、大成就者阿丘法王、堪谦贝马财旺仁波切、尊贵的根本上师如意宝、左倾竹巴仁波切等多位近代佛法大成就者。原本一心只想闭关修行的仁波切，在诸位上师们的指示下，必须担负弘扬左倾法脉的重责大任。全知法王如意宝也指点他，利益众生也是修行。随顺着这些因缘，仁波切从此展开了弘法利生的佛行事业。他的足迹遍及藏区、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美国等地。那时候我本身的想法就是去印度，主要是去印度朝圣，但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印度要做闭关。所以刚好我就是想要闭关的那个时候呢，左倾寺来说到开始要在做硬体的建筑的时候，之后正好受到左倾格曼仁波切的邀请，从此结下了到台湾的姻缘。仁波切在台湾弘法的这些年以来，举办了各种不同方便法门的大小型法会，并举行火供、烟供、放生、供灯等各种活动，以累积弟子们的善业功德。仁波切以流利的华语教授九乘佛法，深入浅出，让弟子们能够很快地领会甚深法义。仁波切并亲自带领众弟子闭关实修，弟子们从中
净障除暗，进而调伏自心。仁波切在朝圣、求法、弘法的这段期间里，看到也感受到各个地方的众生有着各种不同的障碍，修行不易，所以做了许多祈愿，希望能真正帮助到末法时代的广大众生。之后，仁波切在禅定中和梦中接连获得征兆。后来呢，就是获得了我们珍贵的珠巴仁波切的指点，然后还有贝玛盖藏法王，还有多丹仁波切他们的殊胜的指点，所以我就发了这个愿，然后改文武百尊坛城。在种种殊胜的缘起下，仁波切于2004年即发心，在左倾圣地兴建全世界最大的文武百尊立体坛城，而且是合于大幻化网密序里的建制与要求，希望能带给众生一个快速解脱殊胜的机缘。因为仁波切希望将来这个坛城可以媲美如印度菩提迦耶的正觉大佛塔、尼泊尔的满愿大佛塔，或是西藏的大昭寺，屹立在圣地，历久不衰，不断有人到此参拜、做供养、绕坛城等各种善行，让更多的众生能够与文武百尊结下善缘，获得立即成佛的机缘。最快速的解脱法门，文武百尊法。文武百尊法即中阴度王法，来自宁玛派大圆满法。大圆满法可说是一切诸佛和一切修行法门的心要。文武百尊法则是大圆满法中6大殊胜法门之一的听解脱法。藏密祖师莲花生大士曾以其金刚语说：此殊胜听闻解脱法，无观想亦能成佛，一弹指间亦能成佛。听解脱法，顾名思义，听到就可以解脱。在一生当中，只要接触这个法，只要听到修持文武百尊法的声音，就可以获得解脱。至于会在什么时候解脱呢？我们在轮回的苦海中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当每一次的死亡都会进入中阴阶段，而中阴共有6种：自然中阴、梦境中阴、禅定中阴、临终中阴、实相中阴及业力中阴。人生自古谁无死？死亡不是逃避或看得开就能解决的。对于这生死大事，何不早一点认识并做好准备？人在死亡时，组合肉体的地、水、火、风4大元素会分解。诸佛菩萨在亡者中阴期7749天期间，逐日显化前往救度。在头七1到7日间，在亡者的心间会有42极净尊逐日显化，面容慈悲，各以不同净光摄受众生，投生至其净土。若亡者头七内不能投生到极净尊的净土，就会在2期之间，在亡者的脑海中
会有58愤怒尊显化。当文武百尊出现时，光芒及声音等镜像也同时产生。亡者在惊恐中不知如何抉择，由于业力的牵引，往往会选择轮回而重堕恶趣。这42极静尊加上58愤怒尊，包含了诸佛、菩萨、空行、护法等，总称为文武百尊。文武百尊的法，即是中阴度王法，又称为根本摧毁金刚地狱。42个极静尊呢，就主要的诸尊是普贤王如来，那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无方佛。所谓的那个愤怒者呢，就是他的智慧能够愤怒起来的，并不是说像我们人的愤怒一样，因为就是要去除众生的污名，跟去除众生的烦恼。坛城的意涵。所谓的坛城，就是完整的本尊世界，在梵文中称曼达拉，直译圆形围绕。金刚乘的特征即是殊胜的方便，使有缘者直接去入如来境界修行，所以必须通过禅定之力，观想一切皆是清净的佛净土。为了便于观修，就有立体坛城、沙坛城、绘画坛城等，其中以立体坛城最为殊胜，完全是一座无量宫殿。我们平时白日的活动就是在自然中阴里，如果能在平日就修持佛法，接触到文武百尊的法，或是见到绕行文武百尊立体坛城，或是参赞供养，甚至只要光听就随喜，这些都可种下未来获得解脱的一个因缘。所以文武百尊立体坛城不仅是听解脱，而且是见解脱，这是何等的殊胜！既然文武百尊法是这么殊胜，能接触的众生却很少，这也就是左倾公博仁波切广大的愿力，为让更多的六道众生在中阴期认出文武百尊诸佛，在亡者魂世上升或成人的关键时刻，获得得度的机会。坛城新建的夏日冬雪，文武百尊立体坛城为何要盖在左倾呢？这是因为左倾是大圆满教法的发源地，也是莲师闭关加持过的圣地。在殊胜圣地建立殊胜坛城，发心的人将会得到最大的福报和功德，瞻仰礼拜的人也都能种下得度的因缘。2004年，公博仁波切开始展开规划筹备工作。为了要建造一座完全合乎密续大幻化网里的文武百尊坛城的建制、尺寸、规格，于是四处参访，并参考晋美彭措法王、堪谦贝马才旺仁波切、敏灵洛谦等高僧的构图，也获得了各大寺庙住持、佛学院的堪布们许多的协助。由于这不是建一个小寺庙的经堂，也不是一个地方性或区域性的坛城，而是这座坛城是要盖在4000公尺的高原左倾圣地上。
在这6年多建设的岁月里，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辛苦。当有一天突然间呢，看到佛陀的佛像哈，我会流眼泪，就想起贡柏仁波切这么辛苦的盖造这个坛城哈，我能帮助点什么呢？我能做一些什么呢？从成都啊，从雅安那边买了水泥，买了钢筋上去，一开那个大卡车上去，起码走5天。我们吉普车每天飙10几个钟头，都要3天，那大卡车呢飙至少要5天。5天的过程，他们都蛮怕这个钢筋水泥啊运上去会被调包，所以他们把一些善款就第一次就买了一部大卡车，然后自己仁波切到山下去挑水泥、挑钢筋，挑好确认，由藏族他们信得过的司机自己开上去，直到大货都拉上去，大的材都拉上去，才把这个车再卖掉。可见他们的用心。比如说刚开始打地基的时候，按照图纸的要求呢是深挖1米。然后挖1米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地基好像不行。然后仁波切那时候在成都非常着急，他就开着车，又跑到甘孜设计院找设计人员，又找那个就是地层勘探人员，又找工程监理，他费了很多心血，把他们全都找来，然后最后决定再深挖1米。结果最后挖到1米的时候呢，就是工程监理啊，他们都全部的一致的认可，说这个城是最好的地层，说在这个层上可以盖20层高楼。在建设期间，全球性的原物料大涨，所以实际的工程款与预算差距很大。仁波切原本对材料完全外行，但为了工程品质，为了更精准使用每一笔善款，他努力学习研究，在中国各地精选最好的材料，对于工程的质量非常要求，但丝毫都不浪费。或许会有人愿意发心承担建设坛城的所有费用，但仁波切认为，他是发愿给所有众生皆能种下解脱的种子，不是只利益一位功德主，而是在建设坛城的过程中，把所有的功德与一切具缘众生分享。仁波切经历捉襟见肘、工程款都付不出的情况下，为了筹款而奔波在世界各地，严选材料、清点材料，押货往返于成都、左倾。仁波切的家族也放弃营生，全力协助。在仁波切诸位上师们共同的加持祈愿下，文武百尊立体坛城终于完成了主体结构，并于2010年7月18日举行开光大典，由第7世左倾法王、左倾公博仁波切及诸位仁波切们共同主持剪彩仪式。在坛城开光的隔天，由大成就者左倾竹巴仁波切主法的文武百尊灌顶，是这次朝圣活动中另一个盛况。在刚完工的文武百尊立体坛城的大殿里，挤满了僧众和来自各地的弟子们，还有甘孜州附近的藏民们。听说有大成就者主法的灌顶法会，都带着欢喜心，夫老媳幼前来参加。
这对于藏民们而言，是人生中难得遇到的盛事，或许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更何况是听即解脱、见即解脱的殊胜大圆满法。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竹巴老上师以80多岁的高龄，在为时4个多小时的法会里，持续不断地亲自为好几千人灌顶加持，而且一直没有下法座，神情淡定宁静，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文武百尊心咒是一切坛城的精华心药，也是断除3界轮回的口诀。Om Aham Buddha Zeta Mahasaka Jana Data Amarala Rala Honjo Om Aham Buddha Zeta Mahasaka Jana Data Amarala Rala Honjo心领神会，文武百尊立体坛城。文武百尊立体坛城的第1层包括了文武百尊纪念馆、左倾多马艺术展览馆，以及规划了5间文武百尊专坛修法经堂。当海内外子弟个别请法时，可在这5个经堂内举行专坛祈福、超度坐期的法会。在文武百尊立体坛城的主殿部分，也就是第2层，仁波切规划了一个非常宽广的空间，未来将有主尊佛像莲花生大士以及觉沃佛等约30余尊佛像。在坛城主殿的内围墙面，将供奉36幅文武百尊石像中阴救度图大幅唐卡，内容为中阴49天文武百尊现身救度的过程，种下见即解脱的种子。在主殿外围将设10个经堂，供奉各教派的所有经典及法宝，示现给大众看。佛法本无任何分别心，佛家是一家。在文武百尊立体坛城内的第3层，仁波切特别设计了一个万佛殿，共有11000尊佛像。在文武百尊立体坛城上层的外部，有着象征法界本体的圆形宝瓶，其上有一莲花坐台，上建有13层法轮，象征密圣13谛，还有珠宝伞盖，象征救度有情之大悲。金刚宝杵矗立在圆形瓶身顶端，象征着大平等心。在文武百尊立体坛城第4层、第5层的里面，也就是密坛城部分，分别供奉着58尊愤怒尊，以及42尊极静尊的铜像。在坛城户外，依大幻化王密序建制了火山、金刚圈、狮驼铃等。
不论见到或者进入，还是顶礼或转绕文武百尊立体坛城，都能积聚无量功德。在文解脱灌顶讲释中谈到亲见坛城功德时指出，只要见到这一坛城，如果今生未能修行，则在7世之内获得解脱。KD 终身的这个坛城终于已经主体已经完成了，不顾自己的操劳来完成这么大的使命。仁波切在美国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为了联络这个建设的问题，他就是晨昏颠倒的啦，然后半夜要接电话这样子，然后今天亲自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个文武百尊的坛城，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很感动。因为我相信文武百尊坛城所有的小细节，因为现在只有主体建好了嘛，再来佛像嘛，然后外观，然后包括附近周遭全部弄完了，我相信仁波切一定还会有更多更大的佛行事业要继续去进行。坛城主体已经完成了，那他可能接下来里面的佛像，还有未来的弘法的事业，我就感觉他就是一刻都不能放松。文武百尊立体坛城在各方善缘的努力下，外观主体虽然完成了，但坛城内外诸多庄严佛像、唐卡、法器以及彩绘雕刻等，期待更多的善缘人士大力护持。在坛城里的万佛殿，期盼能有11000位功德主来发心建造佛像。每位发心的功德主都可选择与自己相应的本尊来参赞，也就是发心一尊佛像，但功德如滴水入大海般，扩及整个的文武百尊立体坛城。在藏地一般的寺庙里，大部分是以壁画来呈现教理内容，但在文武百尊立体坛城的主殿里，则将挂上36幅文武百尊10相中阴救度图大唐卡。仁波切在藏地亲密优秀的唐卡画师们共同创立了一个新的画派，融合了藏地画派与西方技巧，也就是在西藏传统文化艺术中画出西方油画风格。为了将唐卡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仁波切亲自监督，不在乎工期的延长，只要求庄严完美。由于画师是一笔一笔点上去来绘制，每幅唐卡大概需要150天。等这36幅大唐卡完成后，若能亲自拜见，如同经过一次10相中阴，当无常来临时，就会熟悉一切。这也是为大众创造了一个成佛的机会。愿力是相续的。左倾公博仁波切说，文武百尊立体坛城不是左倾公博仁波切这一世的愿力而已，也是左倾寺高僧大德及所有僧众们共同的祈愿，更是诸佛菩萨的慈悲心与众生种下解脱的种子。劝请大家一起发心，与文武百尊立体坛城结下善缘，获得立即成佛的因缘，即使1块钱或5块钱都好，最重要的是您的清净和欢喜的发心。我就越来越发现，这根本就不是我在意识的一个发心而已。那么自然会形成的这个文武百尊坛城，相当就是我们要点火，但是我只是那个起到一个像打火器一样的一个作用。
长寿用书生诸妙法，十地悟道功德圆满意，七元素真金刚持国威，一切外气通色的善杀，内尽众生持名空心中。周有神与般杂不入声，是为知界尽众诵咒歌。